2026年2月12日，感受與情緒 EP6，我哋由細到大都冇人教過我哋點樣去面對自己嘅情緒，同佢哋好好相處。而家嘅教育根本唔重視呢樣嘢，但我認為對成個社會嚟講，識得面對情緒同壓力係非常重要嘅事。今時今日社會上有太多自殺個案、精神健康問題，好似鑽石山同埋津門嘅傷人事件。仲有唔少輕生個案當中，一單特別令人心痛，10幾歲嘅細路就上吊自殺。呢啲都反映出我哋呢個社會大環境長期忽視情緒同壓力問題。我覺得根源一定要從教育入手，從細就要教小朋友點樣面對自己各樣情緒，特別係負面情緒。如果我哋繼續忽視呢啲問題，只會有更多悲劇發生。我覺得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問題。成個社會嘅核心信念出咗事，香港好多人都太着重物質同金錢，呢度樣樣都係講錢，物價貴、樓價貴、生活開支重，大家根本冇閒情去理會自己同身邊人嘅情緒，久而久之就變成習以為常嘅忽視，而呢種價值觀亦都一代傳一代，做邊行揾錢點樣先可以發達，點樣先買到樓，衣食無憂。正正因為咁達唔到某啲標準，就會被定義為失敗，甚至覺得自己生存唔落去。社會上絕大部分壓力都係咁樣嚟。學識情感流動，身為一個人本來就有喜怒哀樂，適當咁將呢啲情緒表達出嚟，對我哋嘅身心健康都有益處。情緒本身就係人嘅權利，有啲人覺得發脾氣、喊等負面情緒係唔好，會覺得呢啲係情緒唔穩定嘅表現。但係在我看來，情緒穩定係可以對情緒收放自如，敢於俾情緒流動，憤怒時憤怒，悲傷時悲傷，開心時開心，喜悅時喜悅。重點係你知道呢個情緒唔係你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咩？有人會覺得表達悲傷脆弱，呢啲行為係好懦弱同冇用嘅事，但係我想引用《脆弱的力量》呢一段小說話，諗諗你見到一個在表達脆弱嘅人，在你面前，你會覺得佢係勇敢定係脆弱？應該大部分的人會覺得佢係勇敢，所以其實表達脆弱係一樣好有力量嘅事。所以我認為現代人應該多啲留意自己的情緒和壓力問題，教育都應該重視，呢一點長遠對社會都會有好處。